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3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南部连续几落天拢上大雨，台南、高雄、阁有屏东3个县市今仔日全部停班停课。风台3顶年有机会登陆台湾，按算上紧27拜4就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天气，受到西南风甲低压带影响，南部是连续几落日拢上大雨，台南、高雄阁有屏东伫咧今仔日嘛拢停班停课。台南永康甲仁德有真侪路段积水，也若高雄嘛有几落区拢做大水，甚至发生水崩山，加在事故造成伤亡。民众伫厝门口放椅啊，我卡坐伫顶面，因为水已经淹伫家门卡，无所在通放。外面比较凉，那里面呢？里面也都淹起来了啊。受西南风甲低压带影响，南部连日吹高雨，台南永康达人街、台湾甲昆台路顶路段传出淹水灾害。23透早路上4过，当看到机车脚踏车倒伫水内，周边店头徛街变作受灾户。我到这应该有啦。好早哦。嘿，当掉2届哦哈。你讲家己甲昨掉2届？无，当掉2届啊，今仔日就起来啊，今仔佫掉。安尼你便当有法度做生意吗？无法度。今是外面看到国道1号仁德路段附近北面道路全是积淹水，目前国100向仁德交流道入口因道已经管制封闭。交流道附近的中山路旧封锁线有住户装防水闸门，水由原淹入出来。透早应该淹起来啊，透早淹下对啊，啊淹落关。有到家，到家。南部继续落晴光雨，台南、高雄、屏东23全部停班停课。高雄透早同款雨势惊人，市区中华1路甲华泰路口出现积淹水，有机车安尼熄火。盐田区5福西路一带也有积淹水灾害。当强雨带从海面上移入陆地时，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时雨量达70到80毫米的短延时强降雨。高雄地区多区过去24小时累积雨量已经达到300毫米以上。大雨造成真侪所在积淹水灾害，安宁港后里有民众翕到徛街附近路段水深甲脚头湖、林武八德路二段一带积淹水，同款严重，民众骑脚踏车经过，会当看到水淹到半个连下悬。通宜修大学的学府路出现2个边坡崩起，阻断单向交通，好佳在无造成人员伤亡。记者采访报道。毋那南部做水灾，中部的山区这几日嘛是一直咧落雨。南投合欢山第14架线昨暗受土石砸落来，造成双向的交通断站。有一寡游客是袂赴落山，因若公路局伫咧紧急抢修了后，今仔日半暝嘛总算恢复通行。民众全要落山，也毋过车开到半路，头前就予一粒大石头，树仔抑佫土石，甲规个路拢挡掉咧，拢无倒过。大型的卡头机正伫甲这土石给清掉。有游客日暗时到合欢山的暗空公园参加星空的解说活动，也毋过活动10点外结束了后，开车落山，到第14架线18.8公里的所在，就拄到土石崩落。那时候是有一台白色的车子，他先回头，就他是说，前面有落石，叫我们就不要过去了这样子。啊，结果后来没想到那石头大概这么大颗。大概一吨多那么重。拄到土石崩落来，民众讲，伊当时无倒落山，只好先甲车搁开转去延芳游客中心的停车场。部里干部单接驳了后，到现场来处理。当时有几台车要落山，掉伫遐，加在是无人受伤。大型机械来到现场抢修了后，大约23透早晚1点的时阵恢复通车。也毋过天光了后，机械员继续伫现场来清理这土石。昨天晚上，在我们台14甲线18.8K。翠峰路段，那因为有这个连日的降雨的影响哦，所以我们这个边坡有一个小规模的坍方。那主要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巨石比较大颗啦，所以第一时间收到消息之后，我们就去派机具去做一个抢修的动作。埔里干部单讲，最近山区拢有落雨，部分路段有可能有土石会出现来，建议民众尽量较莫上山。那一定爱去山顶，也爱先知影讲山区的天气，也有这路的状况，驶车爱真细致，爱注意。记者综合报道。
目前，伫咧太平洋有2粒风台，甲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根据气象预报，第18号风台三顶日是有机会会登陆台湾。按算上近27，也就是拜4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这风台伫咧拜4到拜6会上挖进台湾。另外，气象署嘛针对17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东半部地区愈晚雨势愈强。台东县南蒙桥到立功桥中段，正伫新起的台铁绿桥下面，积淹水已经有半个才悬咯。风头雨大，南势地区天气也无稳定，来回本岛航班拢已经取消。另外北部地区也拢落雨，受到山地继续落大雨，也佫有其心理影响，菜价拢有起价。好像都有一点贵。会不会今天多准备一点？有会，大概准备哪一些东西？随便绿色青菜、豆子啊，什么都可以放。买一些比较能放的菜，像这种它可以放比较久，像菜叶的话，它就不能放太久。气象署讲，一直到拜日透早，西南风偏强加低压带影响，全台天气无稳定，尤其是嘉义以南地区、加东半部地区，爱严防大雨，也是局部大水雨。从今天晚上开始，这个东半边的这个强的一个偏南风、东南风的一个区域，会开始往台湾的东半边去做靠近，在东半部地区的一个降雨情况，跟今天白天相比，也是会有显著增强的状况。全太平洋海面上有3个热带系统，包含第18号风台沙丁尼。第19号风台紫潭，也有热带性低气压 TD23，专家估计未来 TD23 环流有机会变成第18号风台山顶呢，提供更加多水汽。因为风台伫拜3到拜4通过琉球海面了后，有机会接近甚至登陆台湾。欧洲啊，跟欧洲 AI 模式，甚至于美国模式都认为中心有机会登陆那非常有可能是今年第一个登陆的台风。专家讲，要继续注意山顶的风台上升的路线，除了主导风台路线的北方高压，西北太平洋顶面大范围的低压带也和风台路线会更加未确定。风台可能伫拜4开始影响台湾的天气，民众使先做好防范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甲乌克兰是继续派无人机拍来拍去。乌克兰中部一间商场受到轰炸，至少16个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因来罗西亚的仓库嘛，同款受到攻击，上无10个人无命。救援人员牵搜救的狗仔伫荒废的阿文土堆内底四界找。乌克兰中部的克里维里赫一个购物中心，互罗西亚无人机一直轰炸，有幸存的人紧走出来，对这场袭击是惊到要死。Я вибіжала в паркінг, були дуже сильні крики, дуже багато вогню та диму. Після чого я поверталася до свого робочого місця, щоб забрати телефон, щоб сповістити подругу, щоб вона з дитиною не їхала до комплексу, тому що вони повинні були приїхати. 这场针对民众攻击造成严重伤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真生气讲，罗西亚伫头一摆轰炸了后半点钟，搁再袭击，挑工队救护甲消防人员根本就是拢无人性的恐怖主义。Багато людей постраждали. Був удар кількох російських дронів, цілеспрямований, підлий, один за одним. На зараз відомо вже про 14 загиблих. Мої співчуття рідним. 乌克兰山内展开反击，出动无人机轰炸罗西亚萨马拉地区工业设施，也佫有大型的电商仓库，造成当地至少10个人死亡。对于乌克兰经济袭击经济目标，罗西亚总统普京受访时是来恐吓乌克兰。Что он сделал? Он сам открыл этот ящик Пандоры. Ну что ж, получите ответ по вашим наиболе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и так дышат на ладан. 罗西亚乌克兰战争正变做破坏一切的消耗战，双方继续对有关的设施甲经济命脉互相来轰炸，无辜民众真是上大的受害者。为了协助乌克兰防御空袭，法国政府答应讲会前进交付航空拦截飞弹，用实际行动支持乌克兰渡过难关。公视新闻陈伟林、张建功编译。今仔日是823炮战68周年，总统赖清德早起到金门太武山公墓主持追思典礼，这嘛是赖总统上任了后第2届出席。除了慰问家属以外，嘛有发表谈话来看现场的画面。我非常期盼，无论朝野政党、全国民众，都能够秉持823军民团结、反共保台的精神。共同支持国防预算，支持对国军官兵的照顾，为台海和平打造更坚实的稳固基础。
如果68年前我们能够在艰困环境之下，靠着军民团结，以寡敌众，赢得最后胜利，68年后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团结支持国军，支持国防，共同捍卫国家，守护民主。罗总统表示，面对中国的威胁，咱台湾就要团结支持国防，嘛，搁一届强调捍卫中华民国的立场。也那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今仔日嘛有去金门参加上决的活动，嘛同款有到太武山公墓来致意。只不过两个人是拄好小闪心，无见着面。继续来看，是药署最近公告要进口3种印度制造的药啊，因为咱国内原厂欠药，无在调供应，才会找替代药品。不过有药署是质疑讲，这去年印度才发生这紫色的糖浆含有毒的工业用剂，造成数十个囡仔死亡的代志。若是无先查厂就进口，恐惊会有安全甲管理的问题。就是这种由印度制造的注射剂型化疗药物，专门用来治疗黏癌等癌症。因为原厂药欠药，为福部市药署得到业者专案输提印度制药品，不过说服药署即期去年10月才爆发印度生产制造的紫砂糖浆，因为内地有毒的工业用剂造成数十名儿童食了后死亡。若是药署事前无查抢到专案进口，恐惊变做管理空旁，影响民众用药的安全。糖浆之前就死掉14个儿童，这个也是造成美国针对印度药的一个疑虑，所以说一个策略的一个改变。那当然不是说印度药每一个都不好，只是说他们有时候可能会良莠不齐。是药署最近公告专案输入印度药品替代药品至少有3项，包括用黏黏癌、子宫内膜癌、外心癌，都发现骨髓瘤、卵巢癌加急性体中毒等药物。欠的原因是制造生产问题，也是生产排定延迟等。考量前述药品具有临床必要性，为具有临床供应不稳之情形，为确保病人用药权益，故食药署依据药事法第27条之2启动公开征求，并要求厂商依据必要药品短缺通报登录及专案核准制造输入办法，检附相关文件提出申请。药署强调，针对核准专案输入药品的就治了后监视，除了限车厂商通知使用的医疗机构，爱加强对这个输入药品的不良反应监视甲通报，也会加强专案输入药品的不良反应监测，以保障病人用药的权益。记者采访报道。秋天要到，这虎头蜂是开始要做收，若是受到搅了，是有可能给人攻击。根据台东县消防局的统计，今年8月是已经通报31件虎头蜂攻击案，比去年搁较侪，呼吁民众就要注意。台东县消防局统计，去年制到虎头蜂攻击民众案件有40多件，因为今年敢若是8月就已经制到31件。虎头蜂世界杯攻击人群的案件称悬，而且伫登山的步道也有发现这个蜂群。顶个月就有爬山的民众，互虎头蜂盯到，赶紧送病院。有记者为着救互虎头蜂攻击民众无细力也互蜂盯到，发生这过敏的情形，呼吁民众要注意防范秋天虎头蜂真歹。一只蜂过来，我们就先不动嘛。先不动，后来那只蜂就停在头上，然后就直接钉下去了。钉下车就赶快上车啦。台东县消防局是提醒讲，秋天虎头蜂将要做收过冬，伫外口工作也是做活动的民众，上好爱传这个野外急救包，其中就要传肾上腺素注射笔。若是互蜂叮到，会使用来减少上医过程中发生的过敏反应，以免危害到性命。真的不小心发生被斧头蜂蜂蛰的时候，当然就是可以请我们119那个派员执行处理。消防局讲，过来这阵发生侪只互虎头蜂叮到死去案例，民众若发现虎头蜂挖群主题区，也是讲人较侪所在，毋通家己去甲蜂收删掉，应请消防局也是专业人员来处理，避免互虎头蜂叮到。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做风台落大雨，这中华虫仔是强要害了。即卖有农民利用微生物的技术来建立免疫系统，保护虫仔，确保产量。这几片青零零的拢是虫仔，
咱一张来看，长白草经系也生得真健康。不过最近几年，即个热天风台季节，苍龙拢真烦恼田饮水。只要苍啊浸水，都会得到青苍光球型炭疽病。不过即马苍龙使用微生物毛霉菌，互苍啊无过像以前安尼行水产量也会当稳定。所使用的一些资材，让我们的葱长势都不错，我们也不怕说台风来会坏掉，还是有损失这样。最少损失会比较少一点，这样。像我们用这个木霉菌啊，它植株会比较健康，就比较不容易生病。彰化县葱仔正式面积达到1911公顷，年产量大约27000吨，是全台第一。不过青葱光球型炭疽病3年前开始爆发，因为透过水传播。落雨了后，扩散愈来愈严重。农政单位为整治凡是健康的种栽，放伫独立仓库，同时施药甲加治微生物无霉菌，保护葱仔卖着病，也增加免疫力。它需要水的，它又很怕水。它如果土壤被那个水包住以后，它没办法呼吸，其实很快上面就会有问题。那你用有机质改善的话，其实它可以土壤通气性以后，然后又加我们的木霉菌，它就可以让你的根在水里面呼吸啊。就不会受到这个淹水的影响。农研又表示，毛霉菌伫作物栽培中的角色，并不是单纯加加一种肥料，而是透过土壤微生物甲作物根系环境的管理，协助建立较适合作物生长的根系环境。从农希望会当透过这款的技术改良，来稳定葱仔产量甲绩效。记者采访报道。2007年开始就袂使阁用喷饲池，安尼全台湾学校一天产生200多吨的喷水是要安怎处理？台北市清江国小就透过掌握供应量的方式来减少浪费。暗时7点半，台湾技术部做伙来了解因是安怎为源头来管控。2025年10月，台湾爆发非洲猪瘟案例了后，农业部宣布对2027年开始袂当阁用喷来饲猪。也毋过，全台湾的校园一天产生200至300吨的油喷，到底是要安怎处理？对源头管控营养午餐的供应量是一个办法。在午餐的供应上，当然就是我们在量的用餐人数的掌握上要很精准，所以其实，我们在订餐人数跟退餐人数上，我们其实都是很详实，每天在跟厨房做勾稽的。收集学生囡仔食剩的饭菜，杜仔师将这油喷离好打，较袂占空间。油喷离打了后，再搁倒入去60粒的油喷桶。因为伊一礼拜来2道，伊一定要看挂，因为惊一寡无必要的鸟鼠啊吼，还是寡蚊啊有诶无好性，会造成这环境的问题。这油喷除了由清洁队收起以外，敢无更较好的处理方式？我们对于规模比较大的，比如说中央厨房。可能有一些它可以自己处理的，或许就可以用厨余机我们会补助他买厨余机，然后就在校内就把它处理掉。因为去年非洲猪瘟案例，台湾开始检讨油喷上侪问题，尤其是伫咧学校，这款的难题唔但爱靠学校，也得爱靠家长共同来合作，才会当彻底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家己铺子的第一市场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即阵改建了后，3楼正做是地方创新的基地，规划古纸、刺绣等等的课程，佮展览，希望会当推广在地传统工艺。古纸工艺师向大家来分享展览伫内底的作品，这毋是美术馆，是家己馆铺子市第一市场的3楼，这正是启用一个地方创新的空间，互公有市场为传统买卖的所在，转型成做工艺展览甲教学的地方创新基地。有含子语有关系，地方或一个世俗文化，算作重要一个文化的一个技术，佮即个天地扫、较人扫除的部分，拢有伫遮办即个活动。咱在即段时间，佮咱公所嘛做支持咱即个地方，要甲即个所在活化起来。铺子第一市场3楼中央的区域，计共有250平左右，进前使用的状况无讲介理想。市公所4年前邀请在地工艺师做伙来经营，提供空间，互因有所在，会当配合宗教信仰来推广在地传统工艺。因为我伫民雄乡无法度是无这种场所啦，咱铺子有这个场所，咱乡亲佫会使来展览来合适，我感觉是足好的，足好的。即马加这所在，互大家当实在自有这个部分，
来推广地方，让大家可以知道的，有紫竹巷文化这样子。埔子市公所表示，埔子有真深的妈祖信仰，透过古早甲赤绣的工艺，互文创电视甲体验课程，闽南家做传统市场新的话题，嘛替地方文化找到延续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国家太空中心成功发射头一支家己研发制造的探空火箭。团队表示，这回有成功完成验证，资料嘛有顺利传转来。专家嘛讲，这探空火箭会当做测试的工具，为未来甲卫星送去太空来开路。推进器的轰隆声，标志屏东向海载器的宁静。国家太空中心第二载器7点外，成功发射头一支研制的太空火箭，倒被马落风。团队欢呼，因为这摆专程通信验证成功，那监测资料会当顺利回电火箭的结构安全性，也取得进一步的验证。结构系统，尤其是这个用碳纤维制作的这个高压的这样的一个tank 这一次可以证明完全。没有出任何，就完全依照我们的设计。因为风影伤大，这摆机体未当成功回收，马洛风规格的太空火箭会用来做航太技术验证甲测试的工具。红看做是未来要做入轨火箭，送通信电功能的卫星受轨道的牵扫线。探空火箭飞行的高度为几百公尺到几十公里拢有，主要是到达对流站，搁落落地面。低轨道的入轨火箭，高度至少爱200公里以上，已经飞上增温站甚至外气站，甚至搁较悬有到36000公里。入轨火箭对速度要求也搁较悬，至少爱每秒7.9公里。那目标轨道哪悬，速度就爱哪紧。当然没有办法跟这个翼推火箭能够相比拟。那但是呢，在这个我们在火箭设计的过程中，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用来验证系统工程，而且它相对是比较安全的。探空火箭的成功起飞已经为研发入轨火箭铺一块贴脚石。不过学者也讲，在成功发展入轨火箭和卫星受轨道，要有一段路要行。的位置跟速度化包含大小，也包含方向。那这些当然就是依赖非常精密的导控系统来确保说火箭可以确实的将卫星送到这个位置。通讯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让操控团队可以不断的去监测说卫星当下的运作状态。学者也指出，一般入轨火箭通常是使用液态燃料，会当透过微调燃料量来控制速度，甲目前探空火箭所使用的混合式燃料无同，需要更加精密的料体推送装置，保存燃料的难度也更加悬。这摆马老红探空火箭提供未来做燃料技术突破平台的学者也肯定这摆进展。记者采访报道。新闻的最后，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南部上低26度，上悬27度；东部为28度到31度。华岛地区28度到31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下晡新闻，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